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收聽今集節目。當你拎起手機，打開 ChatGPT 或者其他 AI 工具，打一句幫我諗下今晚食乜餸，唔使2秒，個答案就彈出嚟。成件事感覺好似魔術咁，好快，好簡單。成個過程係發生喺雲端上面。所謂雲端，唔係講緊天上嘅白雲，佢其實係由幾萬噸鋼鐵、無數條電纜同埋熱到可以煎蛋嘅晶片構成嘅巨型工廠。今日我就想同大家拆解下支撐住 AI 熱潮背後嘅數據中心同埋佢帶嚟嘅代價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一樣嘢：當你喺 AI 工具輸入指令，撳個 Enter 掣之後，會發生咩事呢？其實，當你輸入指令之後，電腦並唔係就咁字面上去理解，佢會喺背後將你輸入嘅文字變成最基本嘅運算單位，叫做 token。呢啲 token 會經過光纖，以光速傳送到去世界上某一個角落嘅數據中心。嗰度唔係普通寫字樓，而係一間超級大嘅貨倉，入面擺滿晒一排排好似雪櫃咁大嘅機櫃。每個機櫃入面就插滿咗依家科技界最搶手嘅頂級 AI 晶片。大家成日聽新聞講 NVIDIA 嘅股價升到砰砰聲，其實就係因為全世界都搶緊呢啲高性能 GPU，即係圖像處理器。呢類晶片原本設計係用嚟處理 3D 圖像嘅，但因為佢哋好擅長同時處理海量嘅數據，即係所謂嘅平衡運算，所以特別適合用嚟跑 AI 模型。當你嗰句指令嘅 token 去到呢啲 GPU，個 AI 模型就會開始進行 inference，即係推理。佢會根據佢學過嘅海量資料去預測下一個字應該係乜，然後再將結果原路送翻去你部手機度。成個過程聽落複雜，但其實一切都只係發生喺1-2秒之間。但問題就喺度啦，呢個運算過程係非常非常之食電，到底有幾食電呢？數據中心入邊嗰啲 GPU 會產生驚人嘅熱力，為咗唔令佢哋過熱，數據中心需要強勁嘅冷氣系統，甚至要用先進嘅水冷技術。即係話，你問一個問題，背後除咗燒緊電，仲可能消耗緊大量嘅水資源去降溫。關於 AI 嘅耗電量，OpenAI 嘅 CEO Sam Altman 曾經引用過一個估算，話每一次 ChatGPT 嘅查詢消耗嘅電力大約等於一個電燈膽着幾分鐘，聽落好似唔多咁。但你要知道，依家全球每日係講緊幾十億次嘅查詢，正所謂小數怕長計，條數加加埋埋就相當襟計。有個宏觀啲嘅數字，聽完你可能會嚇一跳。根據愛爾蘭中央統計局嘅數據，2023年嗰時，因為太多科技公司喺嗰度起數據中心，數據中心消耗嘅電力佔咗愛爾蘭全國用電量嘅21%左右。你諗下，一個國家超過1/5嘅電就係用咗喺數據中心。喺美國嘅維珍尼亞州，即係全球數據中心最密集嘅地方，電網嘅負荷亦都因為咁而面臨巨大壓力。而且好多環保專家，例如 Hugging Face 嘅 Sasha Luciani 就一直批評科技巨頭根本唔肯公開真實數據。我哋買架車都會知道每公里耗油幾多，但我哋日日用 AI， 居然冇人準確知道佢個耗電量係幾多。成件事目前仲係比較缺乏透明度。如果數據中心用嘅電係嚟自太陽能或者風力，咁都好啲。但現實更諷刺嘅係，為咗滿足呢個爆發性嘅用電需求，好多地方都被逼要延遲退役燃煤發電廠或者起新嘅天然氣發電廠。所以你以為自己用緊高科技，其實分分鐘係間接令到地球更加熱。既然代價咁大，點解啲科技巨頭，例如 Microsoft、Google、Amazon 呢班雲端服務商，仲要瘋狂咁起數據中心呢？簡單講，係一種驚執輸嘅心態。依家係 AI 嘅淘金熱，冇人想做落後嗰個，所以即使目前個市場需求未必即時填得滿所有算力，佢哋都要起定先。就好似軍備競賽咁，大家鬥多 GPU， 鬥多算力。最近仲有一個叫 Stargate 嘅超級計劃，講緊喺未來幾年可能涉及幾千億美金嘅投資，去起更龐大嘅 AI 基建。但係起數據中心唔係砌積木，係要講物理空間嘅。你要揾地，要揾水，要揾電，
呢樣嘢就引發咗好多社區矛盾。舉個例子，喺美國嘅 Memphis，Elon Musk 嘅 XAI 就建立咗一個巨型數據中心，為咗趕工同埋應付龐大嘅電力需求，佢哋安裝咗好多部燃氣渦輪發電機。結果就引嚟當地社區同環保團體嘅強烈反彈，指控佢哋喺未完全搞掂空氣排放許可嘅情況下就開機，令到當地本身已經嚴重嘅空氣污染問題雪上加霜。呢啲就係 AI 發展光鮮背後比較少人提及嘅一面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諗，呢個熱潮會唔會係一個泡沫？而家個情況係基建嘅 supply 正喺度瘋狂增加，錢就燒咗幾千億，但係 demand 即係真正肯俾錢用 AI 嘅消費者或者企業，增長速度暫時未追得上基建嘅速度。有人會拎翻90年代互聯網泡沫嚟比，當年大家都鋪咗好多光纖，雖然之後好多公司執笠，但呢啲基建最後都促成咗互聯網嘅普及。樂觀嘅人會話 AI 遲啲都會變得更有效率，成本會跌，唔使咁擔心。但亦有一派分析認為，如果我哋揾唔到 AI 真正能夠賺大錢嘅商業模式，呢個泡沫隨時會爆。始終電費要錢， GPU 要錢，起數據中心又要錢。如果最後大家發現 AI 產出嘅價值 cover 唔到佢嘅成本，投資者嘅熱情始終會冷卻。最後，作為一個普通用家，聽完咁多關於電費、污染、泡沫嘅嘢，我哋可以做啲乜？我唔係叫大家完全唔用 AI， 始終科技係返唔到轉頭，但我哋可以用得醒目啲。首先係心態上要有意識，你要知道每一次係 AI 輸入指令之後，背後都有物理代價。有個幾有趣嘅講法，話如果 ChatGPT 答咗你問題之後，唔好同佢講唔該。點解呢？雖然而家 AI 嘅運算效率高咗，你講一句唔該所用嘅電其實好少，但個概念係你打多句無謂嘅說話，佢又要運算，又要燒多幾粒 token 嘅算力嚟同你講唔使客氣。對住個機器，無謂嘅客套其實係一種資源浪費。當然，慳過一句半句只係杯水車薪。我覺得更重要嘅係，既然 AI 咁耗資源，我哋更應該珍惜真正屬於人類嘅嘢，多啲睇下真人寫嘅書，多啲同屋企人、同朋友面對面傾偈，欣賞下人類親手畫嘅畫、作嘅歌。科技再勁都好，都只係工具。生活嘅質感始終嚟自於真實嘅接觸。今日同大家講咗咁多，希望下次當你用 AI 嗰陣，腦入面都會諗起背後嗰啲日夜運轉緊嘅數據中心。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我哋下集再見。